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议会定期大会，为了落实台南市政府族群主流化的政策，议员蔡玉基上午针对族语教育、社会主体以及原住民的专职机构，以影响市府建议，要求市府千万唔通沦为书面考核。议员蔡基表示，台南市虽然率先推出族语振兴加一连串族语推展员的计划，不过有关原住民现况16族加西拉雅族的原住民学生，拢希望有辅助的学习工具，以保留传统的族语文化。所以市府预计每一个族群拢有一本教材。不过因为制定的进度严重落后，议员表示，那一档一本，恐惊嘛要16档后才当完成，所以要求教育局加紧脚步。我们16个族群都有嘛，再加上这个市定的原住民，西拉雅的平埔族这一方面的这个教材，如果说依我们现在的进度，1年只产出1本的话，那么要完全所有的族群的这个4本教材都有的话，可能要等到16年以后。16年这个变化会怎样？我们不知道，不可以预计。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希望局长呢多督促一下，我们早一点能够尽早的完成这个我们的4本的教材好让这些族语老师或者学生都有一个辅助的学习工具。另外，同款为了帮助原住民的学生，议员进一步争取族语专职老师的名额，除了希望去年布农加泰雅族以外，依照学生的比例，也有排湾加阿美族拢需要，千万唔通以时间紧急或者是其他考量煞来放弃。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日前召开台南市国土计划公听会，其中面对上届无合理的湿地保育法，要将11000多公顷纳入管制一案，这几年来已经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弹。不过中央也是无顾民意，搁伫北门开说明会，所以议员单调来，就要求市长爱设立跨局处专案小组，积极向中央反映。议员单调来表示，台南有真侪人是靠土地食饭，不过依照国土计划法的湿地划设，包括7股、将军、北门的湿地，总共11000多公顷，差不多拢无法度利用。世代烟花永续的渔民嘛，提无土地所有权。所以议员强调，既然中央拢表态，甲地方也未取得共识进程，会暂缓审查，所以嘛要求市府一定要硬起来。国土计划法或许是台南市改造的契机，但也或许是灾难。要请市政府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及精英共商未来。所以等一下，我要问市长，你有这个想法无？既然这个公听会社会要求，而且各拢是学者专家提出来意见，遐尔啊重要。虽然讲国土法是遐尔严肃，无遐尔热门，不是大家市民拢足关心，但是它确实是会影响台南的未来。其实咱有去已经有适当的反应，所以起码无互咱台南一个最小面积的这个农地部分，这个部分目前没有限制。以前是规定每个县市都要有一个最小面积的农地的一个，那这样的话，其实咱台南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山边是水土保。一个水源水质保护区，海边是海岸保护区，中间又是农地，未来可发展的用地就会受限目前现主时这个已经有突破了未来包括希望会使透过包括湿地，是不是占全国的比例能够
能够再做一些调整哈。另外，议员单调来接刷，因为讲到原本嘉义活动中心已经答应的预定地，后来有变化，这个是道理厂商无顾乡亲。面对该项指控，民政局长强势辩护，认为是议员恶意的指控，引发双方严重的口角冲突。你个没说恶意指控的，你不能恶意指控的，恶意指控的，恶意指控的，不出证据了，没有证据了，谁有指控了？请那个陈局长坐下，请陈议员回到你的位置。请陈局长坐下，请陈议员回到你自己的位置，总执行。北澳市长嘛澄清，嘉义活动中心已经有 BOT 的相关计划，一定会保留活动空间，并且整合性运用民间的投资来提早服务乡亲。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专门区出身的议员谢在旺，上午的总质询针对当地济排水路拢已经破损，不过受限于经费，一直无法度改善，甚至有一寡道路，阁是前市长赖清德任内所答应的，但是却无执行，要求代理市长爱改挂承受。议员谢在旺上议将军区加昌里、昌平社区的道路，以及北门区金湖排水等排水路的路距，已经超过30档，拢无改善。上午即个向市府申请，希望市政是延续的，一定要针对地方迫切的需求，以有限的经费之下，分年编列预算。拄啊有即条，咱的市长阵啊，拄啊去会勘，或者那即条那30几单无法度处理啊，真就经费落啊，剩这200几万尔，无你嘛。阮再等下阮随来。有啊，我第2月真正要拜托社区的经费呢。我真就图面来看啦吼，就图面来看，看开是确实是有爱来改善的这个必要性。啊，阮来到底来厘清到底是阮来做，还是相关的机关阮较来？这拢拍入民政局啊。即摆上来是玩家呢，有啦，要给阮等下了解一下。另外，议员嘛进一步针对客家市场7号的空地兴建案，要求建发局一定要特先规划兴建，都是有关管区合并以后，客家等溪浜地区的人口流失严重，边缘化问题一直存在，要求市府重视。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东区立委选区有计划比1分为2，伫个地方引起真大不满。东区的5位议员23号联合10外位里长召开记者会，反对东区1分为2，因质疑这是选举的考量，无顾地方的民意。目前上到中央选会将淡市东区立委的选区分做2边案件，因为当初召开公听会时，政府并无邀请地方共同监商，毛这些里长甲议员不满。23号即天，东区里长联谊会以及议员詹顺良、王家珍、詹培雅、创全、陈金晶以及罗坤浩无分党派做伙召开记者会，向中央表达因的意见。即摆选举搞到上一个什么波啦？要安怎听阮较会稳调啦？百姓目睭是金的啦，目睭是金的，这道要安怎？来啊，你个边啊，东区你甲分裂看卖啊！随甲分裂，我第一个发起，带队包围市政府。要选的时阵呐，拢讲人民上大，选了后就是家己上大。台南市这段时间呐，所有的里合并啦、区域合并啦。有经过议会无？选委会所做的这个决议，坦白讲啦，哈，拄啊，咱顺良遐美民进党吼，我自己也是民进党的公职，我们也坦然的接受，我们确实在执政过程，我们都应该要自我反省检讨。哦，这个尤其选委会这个决议，坦白说，嘛是陷民进党于不义。选举呢，本来就是安怎。小区来甲大区啦吼，无人咧甲大区吼1分为2啦吼。虽然我们台南哈，过去的哈有这种案例了哈，像高雄市啊哈，新北市有这个案例。不过别的县市的做法不代表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来做哈，那个做法是不对的哈。我们上面有听到，这是民意在先。那你假如是说要选举的时候是人民做头家。那现在是要听头家的话，还是要听
官员的话。对着地方的不满，民政局嘛做出回应。咱即摆除了因为原底是5色是37万外，咱即摆来讲变6色。咱是31万3左右，31万外。拄啊咱以前咱的立委高世博先生有讲到，讲咱有一个15派相差值，就是讲咱是4万人，咱不管对一个选区、第一选区甲第6选区，我们整个误差值不能超过4万6。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改选作业，23号由前台南市工商促进会总干事王敏雄率先完成登记。伊表示，家己无派系，毋过进前的市长初选造成郭定营伫个民进党内分裂，所以互伊决定出来参选东部主委，要来凝聚党内团结。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改选登记的第一天，由前台南市工测会总干事王敏雄率先领表登记。伊表示，因为即摆市长初选，各阵营之间互相攻击，已经严重破坏党内团结，所以到了即摆市东部主委选举，希望会当互党内团结。同时嘛表示，有接到里长甲党代表反映，赖清德院长用行政院电话甲私人的手机希望因会当支持黄线条来选东部主委。伊认为赖院长不应该规划放弃，决定向赖清德挑战。事先已经知道，说新潮流也决定要派人出来选这个党主委，所以我才出来选这一次的这个主委。讲财务局讲，无靠可能讲规划放市政也要放弃，党政也要放弃。这是小弟这个出来上重要的出来理由。这段时间呢，小弟有去找一寡这党员的这个选票去拜访，嘛已经证实赖清德院长也证实确定，直接打电话给这些重要的干部以及民进党的里长要求他们要。支持黄先之先生，那黄先之先生本身呢，跟我过去一直都是好朋友，因为我们都是赖清德第一届市长的一些团队的成员，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了身为一个，既然是有这个事实的话，行政院长不应该来参与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党委的选举。讲白听以他的格局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选举23号开始领表，一直到27号为止，并且伫5月27进行选举。市东部嘛提醒有意参选的党员，要伫4月27之前完成领表登记。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要看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2018世界册棚日。台南市立图书馆4月22号举办“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线下册棚经济的活动，邀请台南市46间国小1年级大约300位学童来参加，希望透过送册活动，让小朋友更加喜欢阅读，营造册棚大台南。为了迎接世界册棚日，培养市民的阅读兴趣，
市府22号举办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正下册旁经济故事剧表演甲送册等活动，邀请台南市各区46间国小320位学生到许时音乐图书馆欣赏由甜甜儿童剧团所演出的《童话总动员》，并由副市长张正元等人甲学童做伙为活动揭开序幕。学童手里摕咧手电仔，点光代表活读的光芒。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让3800多位小朋友，我们获得了证书送了3000多位小朋友。我想每一个人虽然拿到了一本书，但是这个书呢是可以保存是可以利用，是可以交换，是可以分享。书我们要爱惜，书我们要阅读，书我们要保存，还有我们要给我们的弟弟妹妹、兄弟姐妹看，我们要给我们的同学分享。大家说好不好？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一本书。今天来到这个种下书香种子，来到这个活动，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小朋友一起阅读，然后陪伴小孩子成长，真的超级开心的。也谢谢主办单位送我们书。活动过后嘛，互学童拣一本家己介意的册，作为世界册旁日的礼物。台南市立图书馆办理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正下册旁经济，8年来已经完成咱市158间国小3883位学童的送册活动。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互小朋友会使产生对阅读的喜爱，完成册旁大台南的目标。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持续推动智慧城市，得到国际肯定。今年阁入围 ICF 全球7大智慧城市之一。下晡，市府由李梦燕市长带领市府团队，向 ICF 的主席来展示台南这几年来的成果。2月初 ，ICF 公布台南是全球7大智慧城市之一。23号下晡 ，ICF 主席嘛特别到台南进行实地访视，希望将台南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城市。ICF 今年以人性化的资料作为年度主题，拄甲台南市努力目标同款。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运用科技翻转古城，一直是台南市政府努力目标，希望建立一个以人作为根本的智慧城市。合并以后，我们在各领域都有投入相当多的经费，各局处也都有投入相当的心力所谓的智慧城市应该就是用科技的方法，用智慧的方法，那么来管理、来治理这个城市，或是来服务市民那让我们可以用科技的方法、智慧的方法，用最节省的人力，用最快的效率、最好的效率来服务市民。那所以我们在各方面，包括水情、水利的监测，我们现在只要水情 APP 一打开，这个人在家中就可以知道天下事。这摆台南得到6年来上好的成绩，除了将伫今年6月到英国接受表扬以外，也将参与第3阶段的评比，争取年度智慧城市的首奖。研讨会表示，未来嘛将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作为出发点，持续打造文化高度加科技完美结合的智慧城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迎接母亲节推出济优惠，前4天全馆满5300巴，阁会当1点换家电，而且现金回馈高达17%，要来抢攻母亲节的商机。为了感谢妈妈辛苦，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嘛选伫母亲节推出为期19天的优惠活动。全馆指定专柜满5000送500，大家电满10000送1000。前7天使用联名卡加会员卡，更受额外回馈，甚至也有1点送家电，就是要互所家己有效送礼的同时，嘛享有济好康。我们这次的母亲节档期最高回馈有17%，那买5000送800。大家电买10000送1300，同时我们是全台南最多餐厅选择的商场，所以我们以这一次的我们母亲节的主轴妈放松的这样子的主题，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顾客们
一个很放松、休闲，然后购物的好环境。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商品，加上我们全馆的这些多重的回馈，让所有的妈妈们在这边能够很悠闲、很放松的来购物。这摆现金回馈高达17%，另外为了让妈妈设计东西买当吃好料，购物中心内边的餐厅嘛推出母亲节限定的特餐加优惠，想要像半夜消费者唔通错过这个机会。电视新闻古博以参与公布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渐转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到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